寶石之星大賽啦！目標係閃亮嘅寶石之星。所有女仔都係出色嘅魔法師。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Happy twinkle， Happy Happy 跳到天空裏 ，Happy Happy 一起到夢兒，千尋未來飛越堡壘 ，Ready go Ready go Ready go，Happy twinkle。世界上每個女生也似鑽石漂亮，瑰寶似沒相近，叫人振奮。偶遇自信快要失去，擺對鏡練習吧。有魔法程式吧，勇氣再起跑，玩變魔法又變身了，用上魔法沒有阻攔。能萬愛心幻化，勇氣將你未來甜夢變真。Lucky Lucky 躍進天空裏 ，Lucky Lucky 飛奔到夢兒，出奇事情一動我吧 ，Ready go Ready go，Just for you。Happy Happy 跳到天空裏 ，Happy Happy 一起到夢兒，千尋未來飛越堡壘 ，Ready go Ready go Ready go，Happy twinkle。求下你啊，阿老馬，你聽下我講先啦。你乜都唔使講，你就聽下佢講啦，阿老馬。唔可以解開個封印㗎，其實係朱莉娜女王佢。收聲啦！呢個阿老馬，阿明佢唔見咗，阿明去咗邊度啊？阿明去咗邊啊？你將阿明送咗去邊度啊？送咗佢去一個唔會阻住阿老馬嘅地方啦。歐柏路都係一樣。阿明，阿明，哦，阿老馬，你唔係擔心佢啊嘛？我哋去解開封印啦。阿老馬，唔可以解開封印，唔好。留俾羅娜。係阿明把聲啊，我就聽到啦。等我睇下先，應該喺呢度啦。係嚟啊，街同寶石樂園嘅中間啦，我哋行啦。阿明，微笑嘅咒語，心情激動。嗰本被禁止嘅魔法書懲罰考驗就係收埋喺度啦。嚇！媽媽，媽媽，阿老馬，幼馬，只要將懲罰考驗攞到手，就可以叫翻醒媽媽。幼馬應該同我有同一個願望。阿老馬，解開個封印啦！等陣啊！努力啦，努力啦！喺度啊！
呢個封印絕對唔可以解開噶，到時寶石樂園就會充滿住邪惡嘅魔法噶啦。咁咪好咯，到時我擁有嘅係可以操控邪惡魔法嘅力量。邪惡嘅魔法唔會為我哋帶嚟快樂，佢只會為大家帶嚟不幸嘅咋。你哋啲利亞利亞只係得把口嘅啫。你話咩話？等啊！係激動嘅誘惑，粉紅色嘅鑽石，奧妙嘅鑽石 ，Flash！阿魯瑪係寶石樂園最犀利嘅魔法師嚟嘅，你呢個利亞利亞贏到佢嘅機會連1%都冇啊！未試過又點知得唔得啊？而且我有敵岸一齊作戰。阿魯瑪咁做嘅目的係要喚醒佢沉睡嘅媽媽費利娜大人啊！你話費利娜大人？佢係阿魯瑪同幼馬同學嘅媽媽嚟嘅。吓，係咁樣啊？你啊，阿明，你過嚟睇下我以前嘅記憶啊，用可以閱讀記憶嘅魔法啦。閱讀記憶嘅魔法？我知道啦，阿帕勞你教我。Vilamu, Milamu, Lubella Lula。Vilamu, Milamu, Lubella Lula。好靚啊！多謝你啊，幼馬。我都有啊，你睇下，媽媽。點解我朵花謝咗嘅？唔好喊啦，阿魯瑪。La mula, la mula, la mulias。當你想喊嘅時候，就讀出呢個咒語啊！想喊嗰陣就讀佢出嚟啊！呢個係媽媽嘅故鄉，一個叫做寶石樂園嘅國家嘅咒語。寶石樂園？呢個國家喺邊度噶？係一個好遠好遠嘅地方，係個充滿閃耀嘅夢想同大家彼此信任嘅地方嚟嘅。呢個國家亦都喺阿魯瑪同幼馬你哋嘅心裏面。所以你哋讀出呢個咒語，一定會變得好開心。La mula, la mula, la mulias。La mula, la mula, La mulias。因為阿魯瑪佢深信懲罰考驗裏面有一種咒語可以喚醒佢永遠沉睡狀態嘅媽媽，所以決定解開佢嘅封印。只不過我唔想阿魯瑪解開懲罰考驗個封印，咁做實在太危險啦。阿魯瑪，要快啲去阻止佢啊！又要用魔法出翻去咯。閃亮嘅勇氣係留俾嘅標誌，要掌握力量，我拉到拉到。Twinkle twinkle magical charm， Twinkle twinkle you are blind。我哋嚟啦，定安。好，古利拉，古利拉，你有啦啦！定安，人哋係女仔嚟㗎。係嘅，我知道啦。你嘅仁慈會令你後悔㗎。巴魯迪，巴魯迪，巴魯卡。祖瓦伊拉布拉伊亞，祖瓦伊拉布拉伊亞。定安，令我。做咩啊？點解會咁樣噶？呢啲係阿魯瑪。咁樣就再冇人可以阻止到我哋啦。
封印已經俾人解開咗。呢個係阿老馬係咪已經攞到懲罰考驗啦？唔使擔心，佢絕對攞唔到嘅，因為懲罰考驗唔係喺呢度，係收埋一個更加隱秘嘅地方。就算係阿老馬，都唔會咁容易就可以揾到佢出嚟㗎。呢樣係，居然係條鎖匙，唔係懲罰考驗，係條鎖匙。原來唔係收埋喺呢度啊！咁即係我哋仲未揾到懲罰考驗嘅下落啦。阿老馬，而家點做好啊？魯巴塔，魔法之鏡，鎖匙已經喺我手上，懲罰考驗喺邊度？請你顯現真相啦！瓦拉杜巴拉杜阿拉伊，瓦拉杜巴拉杜阿拉伊，庫拉波索庫拉巴特。呢啲唔係你應該知道嘅事。無論邊個想阻我都唔會放過佢嘅。馬拉拉魯卡，阿老馬，你可以用呢種魔法㗎！好怕路，好怕路！阿老馬，變翻做豬撈倉，點解會咁樣㗎？邊個叫佢阻住阿老馬喎？阿老馬，你要好好聽我哋講清楚啊！我哋係想你知道件事嘅真相係點啊！好怕路，我要去揾懲罰考驗，我要得到被禁止嘅魔法，冇人可以阻止我做呢件事嘅，冇人可以。阿老馬，阿明，可惡！可惡！媽媽，有媽！阿老馬，點解你唔阻止阿老馬啊？戴安娜，阻止佢？阿老馬做咩永遠都係啱嘅，就算所有人都係佢嘅敵人，我都會企喺阿老馬嗰邊嘅。阿老馬，如果你用邪惡魔法嘅話，你媽媽知道咗之後一定會好傷心噶。求下你，求下你唔好咁做啊！睇嚟今次我要令你飛去永遠翻唔到嚟嘅地方先得。頭先阿老馬隻手真係好溫暖，同阿馬同學嘅笑容一樣，都係咁溫暖。阿老馬，你做咩啊？我一定會攞到懲罰考驗嘅，到咗嗰陣我先同你算賬啦。你都係老比，遲啲再見啦。佢真係好硬頸，係。佢終於都走咗啦，佢去咗一個再聽唔到我哋講嘢嘅地方。李昂，阿明，阿老馬細個嗰陣已經好容易發脾氣，但係另一方面，佢比任何人更寂寞。佢外表冷漠，但係內心係一個好善良嘅女仔。而家我哋已經唔可以幫到阿老馬啲乜嘢㗎啦。你唔好喊啦，老師。阿老馬佢總會有一日會翻返嚟我哋度噶，一定會。阿明啊，你唔可以喊噶，不如咁啦，如果你想喊嗰陣，如果你想喊嗰陣，就要講咒語咁。係啊，要講咒語啊。La mura, la mura, la murias。
以開開心心咁笑，笑口常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斯，咁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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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用魔法結成嘅冰漸漸融化啦。咁樣嘅，哇！呢個係阿魯瑪嘅媽媽費利娜大人最重視嘅咒語——微笑之咒語啊！微笑之咒語，係微笑之咒語。係啊，講得冇錯。過嚟我呢度啦，就好似費利娜期望嘅一樣，去為大家帶來微笑啦。阿魯瑪有日變得好似嗰陣笑得咁開心，一樣咁開心。阿明，仲有路比、萊娜，好多謝你哋。我有種感覺，覺得喺永遠花園沉睡緊嘅費利娜大人，而家都好似我哋咁樣一齊喺度笑緊嘅。歐柏路嘅 Jewel Charm 就由你哋嚟保管住先啦。我真係衷心感謝你哋啊！你為大家帶嚟咗希望，我要送 Jewel Stone 俾幾時都微笑嘅你哋。兩粒咁多，阿明，你係5年級生啦。真係好多謝你哋啊！朱莉娜女王，阿明、校長老師，仲有咁多位同學，我一直都好相信你哋擁有一顆真心，遲早一定能夠令阿魯瑪打開心扉嘅。嚟啊！你哋要以保世之星為目標，繼續前進。所有好運都會喺呢一條道路上面等緊你哋，我會一直喺你哋身邊守護住你哋嘅。阿明啊，我哋好似經歷咗一次大冒險咁啊！係啊，有冇同學？有冇同學？我好想見有冇同學啊！我諗佢應該仲喺呢度附近噶。英同學，頭先英同學你咪問我一件事嘅，你問我識唔識得一個人，佢個樣生得好似我咁樣嘅咧？喺好耐以前，媽媽仲未離開人世嘅時候，我覺得當時好似有一個人成日同我一齊玩嘅。嗰個係，或者嗰個可能係我嘅夢境都唔定啦。唔係夢嚟噶，一定唔係夢嚟噶。英同學，點解你喊啊？對唔住ナムナナムナナムニアス。
明明連媽媽個樣我都唔記得，但係偏偏就會記得呢樣嘢。我喊嘅時候，佢就會讀呢個咒語噶啦。拉姆拉，那木那，那木尼亞斯。你做咩啊？喂，英同學啊，你唔好再喊啦。係啦，老比。雖然我唔知道會係幾時啊，不過總會有一日我同阿老馬會互相了解嘅。仲有黛安娜都係，呢日一定會嚟嘅。阿老馬會同幼馬同學一齊開心笑嘅日子，一定會嚟嘅。ジュエルランドの1日について教えるんだな。ジュエルランドの1日はレアレア界と同じで24時間なんです。でも朝は3日間も続くんです。夕方も3日間あるし、夜は1週間、昼は2週間もあるんだな。つまり朝から夜になるまで1ヶ月もかかるんです。ジュエルペットのことをもっと知りたいみんなはアニテレにアクセスして楽しい情報ゲットだな。みんなもジュエルランドに行ってみたいです。もうすぐ学園祭、私クラスのメンバーと一緒に漫画を描いて展示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の。やったー。漫画といえばあかりちゃん、私も手伝ってよ。魔法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ルビー、魔法は使っちゃダメだよ。もしみんなに見られちゃったら大変なことに。それが大変、見られちゃったかも。次回ジュエルペットティンクル漫画合宿でドッキドキ、魔法の時間が始まるよ。ティンクルティンクルジュエルフラッシュ。女の子は誰でも素敵な魔法を